新團委 Capital 到5部城市頻道，現在是高夢窗報告新聞。衛生部將正式承認家庭醫學 Family Medicine 為職業專科。衛生部發表文稿答，已經成為新加坡專科醫學學院 Fellowship of College of Family Physicians。於是嘅家庭衛生將受邀申請成為家庭醫學專科醫生。另外，衛生部表示，為了更好嘅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嘅醫療護理需求，本地將推出家庭醫學高級課程 Advanced Family Medicine。AFM， 而佢頭一批招生將從2028年起進行。我國警方就傳導將會執法行動，針對江埔寨太子集團陳培仁兼董事長董志，甲伊嘅同伙涉及水錢甲偽造文件嘅案件進行調查，並查獲了總值超過1億5,000萬新元嘅資產。警方已經對這組資產發出禁止處置令 （Prohibition of Disposal Orders）。金融管理局表示，本地金融機構自2022年以來，已經提高針對太子集團嘅科技交易、防水錢案件協調及合作網絡 AC3N， 正甲警方合作跟進案件，當時被指是典型詐騙集團嘅主腦，涉嫌詐騙及水錢而被美國起訴。中央所特級銀行將會落實執法行動，分別逮捕一男一女，並總共起獲懷疑是含有依託美資嘅115個電子風筒、甲13個電子風，以及將近5,000元嘅現款。蘇蒙德勒方挑定嘅車企我美國回收新加坡，帶來大規模雷縱火嘅狀況。石馬高島去直咩落掉嘅每小時83.6公里嘅上大嘅狀況，是今年來上貴嘅風速記錄。氣象署預測，本地未來6個星期或將是雷縱火嘅天氣。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下個月再次推出祖輩母祭週末活動，期間去年頭一次舉辦嘅阿公阿嬷活動呢，風向會將再度登場。此外，阿公阿嬷72病贏店，也將點出6名65歲以上嘅年長嘅人到接受獻上貴州之後嘅小營。小營將從下個月22號起到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7樓餐廳點出。馬來西亞柔佛新山市政府想要擴張水上的士，作為數碼交通用途嘅替代方案，考慮包括為了運載車去新加坡嘅水上通道。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報道，登記到2035年新山市政局電方規劃草案之中，建議設立6條水上的士嘅路線。分別是到柔佛長隊嘅左右兩邊。新聞報告完了。